嚟到咗一節新聞，香港演藝學院成立25年嚟，為文化同埋演藝界培育唔少嘅人才。咁想了解下呢一啲舞台背後嘅故仔，可以趁學院嘅開放日去體驗一下。充滿藝術氣息嘅壁畫同埋雕像，唔一定淨係喺藝術館或者係展覽廳先至欣賞得到。香港演藝學院入面一樣，周圍都見到。喺開放日到演藝學院，更加會有學院舊生做導賞員，帶大家了解下舞台背後嘅故事。其實上面咧吊杆咧，除咗吊一啲燈光同埋音響嘅設備之外咧，我哋都會掛一啲大型嘅佈景上去嘅。其實嚟到呢個 area 呢度又係做啲乜嘢嘅咧？其實咧呢度係我哋學院嘅繪景部嚟嘅，咁同學喺度上堂啦，學畫畫啦，咁所有製作咧都會喺度大型嘅佈景都會喺度畫嘅，喺度草圖，直至成塊佈景完成。不如我哋睇下同學做啲乜嘢啊 ？Hello， 乜嘢啊？我喺度加裝緊一啲 lighting 嘅 particle 喺我哋今次 opera 嘅佈景上面。咁其實加咗一啲燈光效果之後，喺個佈景咧就會靚好多啦。咪有得佢自由喐啊！嚟到道具製作部，導師同埋同學仔正係趕製開放日嘅展品。呢一個係仿照意大利羅馬許願池上嘅海神像，不過就仲未上色。唔可以唔到嘅仲有服裝間。演藝學院每年大約有15場大型舞台表演，所有戲服由設計、購買布料以至係剪裁等，都係由學院嘅導師同埋學生一手包辦，製作出唔同時代、唔同地方特色嘅服裝。至今已經有大約2萬套。喺開放日嗰日，學生會着起部分經典嘅服飾同參觀者合照。嚟到寶山，點可以空手而回呢？着起復興時代嘅裙，過下氣癮先。好似我而家着緊嘅呢一套戲服，平均嘅製作過程都要4至6個星期，而且件件咧都重成幾公斤㗎。演員着住佢嚟做戲同埋唱歌咧，都咪話唔辛苦啊！演藝學院喺灣仔嘅校舍同埋喺香港仔嘅百大尼校園，星期日免費開放，市民可以即場參加舞蹈同戲劇班。無線電視記者鄭順文報導。東北虎喺內地